今次展覽精選文物174件，以城牆為主線，講述城內城外嘅故事。公元前214年，秦始皇一統嶺南，建番禺城，係廣州建成之始。此後一直到唐代，廣州古城嘅整體輪廓並冇太大變化。上年配合越秀區大小馬站書院群保護項目建設，考古人員發掘出東漢、東晉、南朝同唐代嘅城牆，亦證實700幾年嚟，廣州城嘅西界始終喺同一個位置。這麼多年的一個城牆一直都在這裡呢，其實也是我們廣州2000年這個城市中心形成的一個基礎。從漢到唐，這個城市格局是非常穩定跟成熟的。另一項重要發現就係東風東路嘅高崗遺址，佢靠近而家嘅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。喺漢代，高崗遺址雖然遠離古城比較遠，但考古人員喺呢度發現咗西漢南越國時期規格唔算細嘅排水溝、地磚，證明以前呢度曾經存在高等級建築。呢個建築嘅用途目前仲未有定論，有專家結合史料文獻，推測有可能係趙佗為咗向中原表忠心而建造嘅朝漢台，亦可能係南越國最後一個王趙建德嘅別院。隨住5代南漢國喺廣州建都同埋宋代商貿發展，廣州古城範圍不斷擴展，考古發現嘅生活場景亦都變得更加生動，有市井煙火，亦有朗朗書聲。呢個展覽會持續到10月12號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嚟到免費參觀。